雖然市場聚焦西貢西沙市大開紅盤，但部分市區現樓新盤亦具承接力。恒基物業董事及營業二部總經理韓家輝表示，部門旗下項目今日透過招標售出5伙單位、2個車位，合共套現逾2.23億元。其中啟德跑道區天廊售出4伙及2個車位，當中有大手買家以逾1億元購入第5座17樓 A 室及同座17樓 B 室，同為實用1382方尺4房戶，成交價同樣是5080萬元，實尺36758元。另第1座17樓 A 室、第5座21樓 B 室，實用面積1428及1382方尺4房戶，成交價分別5633萬及5195萬元，實尺39447元及37590元。另項目亦以710萬元售出2個車位，單日連車位合共套現約2.17億元。同係大角咀利奧坊、首如亦以招標售出5樓 D 室，實用315方尺連126方尺平台1房特色戶，成交價642萬元，實尺20381元。